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雅珊，欢迎收看12月5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电市李林精并的计划虽然外界有反弹、有争议，不过目前已经顺利公告，明年就将开始实施。在实施之前，民政局拢会陆续到每一个公民营机构进行巡回宣导。生活第一站就来到上主村有线电视，现在咱做回来看卖。李林调整议案虽然在1月10号已经正式核定公告，民政局嘛大动作召开记者会，报告明年1月29号开始分2阶段实施的时程。不过为了好赶在实施之前，取得多数市民的认同加了解，上午民政局由专门委员刘强英带队，甲区里行政科一家人前往上主村有线电视先拜会董事长。希望利用媒体影响力进行各大公民营企业的巡回宣导，重点就是地址拢免改，证件拢免换，嘛袂影响日后选举的权益。李林整边完全都没有我们的住址都没有变哈，不会我们的住址不会受到影响。那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是不是跟行政区域调整有关？其实我们行政区域都没有动到哈，这次。为了里林调整，我们是让我们的资源大家能够不会悬殊那么大了哈。因为有些林长他们服务的范围很多很大哈，林数太多，户数太多，所以我们让他们平均可以资源共享，大家一起，不会说劳逸不均了哈。我们是全台南市各相关单位，不管民间或是公营事业，我们都去做宣导，让我们民众更能够了解，不会让他们觉得说，心里好像压力蛮大的。我们做了里林调整，就会让他们生活上受到影响。当然，在宣导会中嘛，针对外团区的部分有要调整，民政局也做出澄清，因为卡伫中央行政区域划分法也未通过，目前只针对里林进行调整。同时强调，干一定会充分甲市民沟通，因为这是台市进步的政策甲机会，这届无做，以后就真歹做啊！台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。嘉南有哩地下上午举办镭射扫描系统，甲土木建筑运用演习会，首度伫南部引进价达10万的3D 环境扫描仪，也出现伫校园，并伫现场直接操作。和学生进一步了解这项新科技。这台小火车顶头装饰了侪镜头，伫咧嘉南药理大学校园内射来射去，吸引侪学生的注意。其实，伊是一台相当罕见新型的3D 环境扫描仪，比一般咱所熟悉的 Google 街景车也搁较厉害，因为伊不只是记录影像，同时可以当将距离、高度拢非常准的算出来。对着城市的规划有真大的帮助。街景车它主要像 Google 人看到只是 video stream 就是一个影像的而已你能看到就是一个影像。当你查技术，你只要看到某一个地方方位，你只要看影像就好。可测量来讲，它前面是比较专业，它需要所有的地理资讯像我们带一部街景车出去，除了有影像，我们还有地理资讯。什么地理资讯？就是一个点云，可能它就有 XYZ。所以它在整个像校园未来在规划重建啦，有的要重新再盖大楼啦，土地规划或是科系的规划，有一些整个建设规划啦，它都可以利用这些的资料这些大数据来用。这款高科技的测量设备，因为相当难得出现伫咧校园内，所以嘉南药理大学的教授也把握机会，让学生实际看，同时也了解到伊的学术原理，也运用到三学合作的方式。让应用资讯系学生有机会到新匠公司来实习。
对，我想学生学习的话呢，一定是按照阶段的，所以在学校期间，他们先会学习固定式的雷射扫描仪。那固定式雷射扫描仪就是比较大台，那扫出来的资料比较少。那在我们系上有这样的设备，那我们引进这个东西，也是让学生知道，未来的话呢的技术发展的话，就会演进到那样子的环境。那样子的环境的话，所以他们一些基本的知识有了之后，再到业界的话呢，就可以很快的接受这些新的知识。只要经过这镜头一扫过，就当伫咧电脑内底中建 3D 的立体图，唔免经过人工去画，未来也会应用伫咧厝、甲街道的修护等等的业务范围。咱的新闻网是号采访报道。由现代甲欧拜参与合作的共同分享交通微创计划，5号上午举行决赛，为将近100人当中进入决赛的7位学生。透过干部来进行评选，最后5位得到聘用，将负责后来英文计划的执行。新澳大厦甲欧拜参与合作的共同分享交通微型创业计划，以绿色交通为愿景，让学生在无需要任何创业费的状况之下，会当主导校园共同分享脚踏车营运，以校园为试验的场域。培育学生建构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具体方案的能力。而经过将近100人的竞选，7位学生进入决赛，并且在5号上午透过干部方式评选，正式选出5位微创新员。我们欧拜克在全球有14个国家、50个以上的市场。那因为我们的市场很庞大，所以我们需要的人才非常多。那因为成大的交通的同学们人才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其实我们是借由这样子的培育，希望能够就是培育好的人才，那甚至未来可以到我们欧拜克来上班，那甚至14个市场可以做一个外派的一个任务。这次的卫星计划，我们希望透过成大的在校生能够接近在地的一个需求，然后我们给他资源，让他可以就是做一个营运的调度计划，然后甚至是做行销规划一个方式，让他可以正式的呈现。最后结果由王小田、何云伟、周纯珍、冯博元、苏阳成这5位学生，成为第一批无需要创业成本的微创新员。而且表现优秀的人，一毕业就会当马上进入企业，有机会外派到欧拜为伫新加坡的总部，为双方创造双赢局面。但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。在这个台湾工业当中，有关地的器具工业，台湾会当讲是发展了真早，也因此无论是地具、地杯、地刀，台湾工业拢已经达到顶级的程度。为伫后火车头的百货公司，为5号开始展出真侪地工艺品，邀请民众前往欣赏。台湾地工艺工艺品，无论是设计美妙的天幕板，或者是结合创意创新造型的器具，每一件拢是顶级的作品。也因为台湾现代地具加了侪人文思考，佮加上运用了真侪无同款材料去做，也让这款作品变得更加丰富多元。除了我们享受工艺之美之外，我们今天还结合的茶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把艺术品跟生活要合在一起。艺术品不是只有高高在上，它可以跟生活融合在一起的，让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更热爱它，更欣赏它，然后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更惬意。那这个今天呢，我们以这个茶器，用茶艺这个表现呢，最主要是我们看到了。现代的我们台湾的这些茶器皿，如果透过茶艺这个载体来做一个跨域的一个销售，它的表现呢是这非常的大的产值。现场有侪收藏家拢前来欣赏，同时也甲大家分享，即马新世代饮茶风气的形成。那么尤其在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情形更加明显。我们在对岸有几个门市点。那纷纷大家呢，以前都喜欢在这个酒楼谈生意的，现在都是在茶楼
那在泡茶之间，然后把生意谈成。所以呢，现在的这个茶文化呢，不是只有一个怡情养性的部分，它在整个的商业的一个促进商业的这个表现上呢，越趋重要。所以呢，茶文化呢，已经慢慢的随着时代的转变，它有一些新的时代的意义。陶然讲做好茶艺，为期13天的时间展出，对12月5号到12月17号，现场120件作品伫咧知名百货公司展出，也邀请民众不止来欣赏，更进一步将这寡工艺的水融入日常生活当中。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咱中西区的老厝除了单独一栋以外，其实伫历史较久的大楼当中，嘛有真侪拢现地无咧使用。对此，就请一位从事艺术顾问的李赞授前来投资，将大楼8楼改造成充满人文气氛的咖啡艺廊，并且呈现以最珍贵的收藏，互大家大开眼界。一个进入废墟楼，就被这个灯火所吸引。原来这个是台湾现代动画家徐德进所亲手提名的，后来有缘被该馆的负责人收藏。加上为了规划这个空间，有这么长、这么重的原木、石板，也有一台100多吨的古董钢琴等珍贵收藏品，这一切不可思议。所以以这个本来新奇石头，想当传达伊的心境。废墟楼这个牌匾呢，是我10多年前的收藏，也是徐德进他生前自己工作室的名称。因为他长期回不了大陆，那思乡飞来石是他小时候拜的干爹，所以他取废墟楼当做自己的画室的名字。后来他1981年，将近40年前过世。过世之后，这几个作品就一直在外面流转，到10几年前我收藏了。那今年我这个空间成立之后，我就想到可以用这个招牌来当做我这个地方的名称。加上徐德进跟台南的地区连结很深，他生前常来台南画画、写生对台南的感情非常的深，所以这个招牌用在这里非常的适合。因为负责人主要是从事画作艺术品的顾问，所以整个150片设计甲收藏珍惜，拢是伊一手包办。除了提供甲其他咖啡厅无同款的风格，上界重要是当举办音乐、艺廊讲座交流空间。对今年3月起营运以来，就吸引侪外地游客。没有来过的话，我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需要一些高消费的地方，但是你进来之后就发现。其实没那么困难，就单纯的点一杯咖啡或是一个甜点，然后在这边看到一些艺术品啊，或者是不定时的举办那个活动座谈啊，就很适合一个人来这边放松啊，看书喝咖啡。假是将8楼超过30栋的办公大楼来活化卖咖啡、推广艺文，伫市区真正做难得，保护文化局相当推荐。很多年轻朋友都会来到台南，找很多老房子改造的咖啡店。那其实这边是一个很特别，有别于一般我们看得到这些咖啡店，因为它是在一个在我们熟知的瓜牛巷里面，但是它并不是独栋的建筑物，它是在大楼里面。那其实我们都希望说，我们在发展一些替代性的艺文空间的时候，其实可以想到我们还是有一些大楼的空间。那大楼的空间其实它也有一些不同变化的特性。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补习班的教室，那现在少子化，用途也少了，所以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咖啡跟艺文空间。我们会办很多的沙龙音乐，那办很多的讲座让慢慢台南市民呢有一个可以接触艺文的场地。点一杯咖啡，一份点心，享受四季拢无同的光影甲人文的气氛，迄款的休闲只有亲自感受。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。新休困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。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，不然怎么开呀？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，再慢慢开车门。这是两段开车门啊！两段式开车门，两段式开车门，两段式开车门，因为很多要说说3次。打开一本书，每页
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《非读不可》，台南爱读册。吹泡泡是囡仔拢真喜欢的活动，不过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动作，对着身心障碍囡仔来讲，却是非常困难。对此，一在国小的老师甲台南大学教授共同合作，研发一款音乐泡泡机，就是希望照着无同款的开关设计，互身障学生嘛当操作，甚至提升具体动作能力，避免继续恶化。这项音乐泡泡机搭配着无同设计的开关，拢会当轻松喷出泡泡，并且发出音乐。这项发明是由一在国小老师陈威正，伫台南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林清玉老师的指导之下，用1、2天的时间不断改良研发出来的成果，主要是互身心障碍学生借由游戏的方式来训练具体动作，避免继续恶化。说原本小孩子不太喜欢动，因为动作来讲的话，对孩子的人是很痛苦的，因为他们肢体本身冲刺上面就有困难。可是如果有一个很有趣的泡泡，还有一个音乐，或者是他喜欢的玩偶的话，他会很努力的想去抓取看看，嘿，所以就会让他的那个动作的成效会有明显的提升，这样。该团队表示，这类有特殊开关设计的电子仪器，市面上介绍大约拢要12000以上。但经过团队研发，会当将成本控制伫50块以内，而且配合着每一位小朋友的需求，会当分别客制化制作无同款的开关，会当运用伫课程当中，互教学更加丰富多元，也增加囡仔学习成效。但是，家乡王志豪采访报道。社区文化局为了完整记录社区美学营造的成果。特别出版一本《台南好春光》的新册，将社区当中包括工艺、地景，也就是美食上界吸引人的故事，拢呈现出来，邀请游客做回来体验。过去文化局所出版的册，总是互人感觉文字的较济，不过这本却是有侪侪相片甲插图，相当丰富。同时，该册诞生，就是为了记录社区庄头因所进行的美学营造成果，所以特别邀请5位在地作家，以5种亲历台南的小旅行，希望以感动人的故事来了解社区的点点滴滴。现在的社区深度之旅、小旅行，其实非常受到欢迎。拄啊，咱吴理事长也讲，因今年已经东园那个社区已经接待。团客接到1000多人了，这是当讲非常多。啊，就表示讲，其实咱进社会上，大家对观光旅游来讲，其实大家慢慢走到所谓的深度之旅哦。所以就感觉讲，咱要安怎咱这本册除了讲介绍感动人的故事之外，也可以让人家看了这本书，可以到我们的社区。去做深度之旅啦，吼！现场除了邀请城市作家王浩义等等，也有一册中受访问的社区代表，拢做伙到现场现身讲话，分享伊社区精彩故事。台南好春光，第一新闻军职张伟忠采访报道。你敢知影厝内若有历史价值的木雕、老相片等文物，因为时间一久会变黄，甚至腐朽。这时阵就会当透过文物保存维护的技术来控制伤害。而为了让全民拢有这款的共识，文资处特别出版一本合作维护论的新册，希望大家拢会当为珍贵文物的保存尽一份心力。册中对文物的保存维护、拄着灾害紧急处理等重要方向，拢详细记录的新册，除了值得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参考，也希望和民众拢有文物保存的常识，不管是针对家己厝内有价值的文物，或者是咱的古迹、家区等资产，拢会当为有风险的维护尽一份心力。我们在这几年的一个工作领域里面呢，就是我们公部门
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文物，我们必须要管理维护之外，其实我们也发现到很多的民众对于这类型的文物，它也是处于一种茫然或者是不知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们就把相关的一个案例，我们整理为这本的手册。那这本的手册很简单的，从浅显易懂，然后从一个原理出发。然后告诉我们如何来保存这些文物，然后遇到文物的有一些特征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寻求协助啊？我想我们在这本手册里面呢，我们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市民以及公司部门的一个博物馆的人员，有这方面方便的一个搜索的一个工具。新册发表会中，受文化局邀请的部分作者等文物修复专家，嘛拢前来分享因的宝贵经验，嘛强调册出版是第一步，后续如何透过系统性的课程来教育，来落实台南文物的保存维护，互人人拢成为好的管家，才是重要的目标。第一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。台市热兰州湿地景协会高和中地新代举办主线音乐会，希望借着活动参与，提醒民众对湿地景的正确认知，宣导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的观念，并呼吁社会大众做伙关怀湿地景病人甲家属。随着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，相对湿地症的人口也快速增加，因需要大众来重视相关议题。因此，热兰州湿地症协会伫12月9号下晡，将伫成功大学成功厅举办13周年主线音乐会，希望以音乐为媒介，互介意音乐的民众会当借着活动参与，进一步认识湿地症。我非常谢谢各位。每次我们热兰州市政协会办活动的时候，都这么的捧场，尤其有这么多这个市议员本人或者是这个秘书都亲自到来，我都非常的感动。我们的政府的官员也都非常的支持我们，我想这是我们台南市民的福气。关于市政的知识，我就不再多说，因为我们都讲的非常多了哈。我也希望今天借由这个机会，那么在这个12月9号下午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下午。那么，请大家务必要这个老定几个老卡了哈，那么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那我听说要早一点来哈，这个停车的位置才能够解决。那么再次谢谢各位的到来，谢谢。这次音乐会特别邀请得到总统教育奖以及演出电影《逆光飞翔》的钢琴家黄玉祥，以及得到全国音乐赛事优等的大提琴家张博珍等人，演奏精彩多元的乐曲，欢迎社会大众做伙来参与这场音乐盛会。但新闻张山林根采访报道。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。明仔是好天，有时多云，温度18度到24度，袂落雨，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，上大阵风9级。感谢你收看12月5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，我是丁雅珊，咱再会。